早民众来关心最近的天气，这气象署表示讲咧，这礼拜这天气大部分拢是好天，也毋过对日开始，这南部甲中部都要开始注意雷公雨啊。也若目前伫琉球南边受一粒热带式的低气压，上紧下暗就会正做是轻度风台。也毋过气象署是有计讲，这对台湾影响其实无啥大。最近天气拢真稳定，民众就要注意高温。不过气象署嘛指出，南平云系因为雪往北部来，所以水汽增加。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就要注意过昼后的雷公雨。气象署表示，对22开始，全台湾拢要注意过昼后的雷公雨。南部地区、中部山区可能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哦。那到了21号之后呢，各地都是属于比较晴朗稳定。在西半部地区、东半部的山区，则是要留意会有午后雷阵雨发展。那到了23号、24号呢，偏东南风的影响。气象署嘛指出，10月伫琉球南边有一粒热带低气压，上紧会伫10月暗时变成轻度风台。但是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对台湾来讲影响无大。另外，阁有2个热带风错。气象署预告，会变成风台的几率无悬，会继续观察。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呢，在琉球南方的这一个热带云簇是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哦，它未来也会随着整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导引气流呢往偏北的方向移动，也预估可能最快今天晚上就有机会变成轻度台风哦。气象署提醒民众，这礼拜的天气要特别注意高温甲雷公雨。西半部甲宜兰花莲上悬会有35度，台北甲西半部山区高温会有36度，台东是32度。出门要会记得加啉水含早雨伞。记者陈心东社桂林台北报道。